Hello，大家好。呢個 Q 彈饅頭其實咧做出嚟都唔係好難。我雖然失敗過好多次，但係咧終於掌握到一啲嘅秘訣，可以每次都做到呢一個咁靚仔嘅饅頭。如果咧你跟住我嘅方法去做，應該咧都好難會失敗。我係 Matthew，我同我啲屋企人都好中意食饅頭。今日咧就同大家示範一下我自己點樣去做饅頭嘅心得。如果要成功，饅頭一定要發酵得好，先至攞去蒸。如果饅頭開始蒸之前，撳落去嘅時候冇回彈，又或者你觀察到饅頭喺醒發過程冇明顯脹大，啲饅頭蒸出嚟嘅成功機會就會好低啦。如果你要饅頭表面光滑，就要喺搓麵團嘅時候特別留心。如果你搓麵團嘅時間太短，麵團就唔會光滑，蒸出嚟嘅饅頭亦都會變得豆皮。好，我而家就由頭講起。首先我預備咗300g 嘅中筋麵粉或者 plain flour， 3茶匙嘅糖，2茶匙嘅酵母，1茶匙嘅 baking powder， 150ml 嘅清水。首先將糖、酵母同 baking powder 放入去麵粉當中，略略咁攪勻，然後將清水分2-3次加入去，慢慢攪成麵團。到差不多嘅時候，就用手繼續攪勻個麵團，直至到碗裡面再沾染唔到我啲零碎嘅麵粉為止。喺台面上邊，我哋撒一啲麵粉，將麵團放喺台面上邊，準備搓到去成形。搓嘅時候要用一啲嘅力，個姿勢就可以係前後腳咁樣企，身體微微嘅去向前傾，唔好單靠手嘅力，而係整個身體咧搖動咁幫助你去搓個麵團。搓麵團咧大約咧需要8至到10分鐘嘅時間，先至可以搓到咧表面光滑。如果表面仍然未光滑，就要繼續努力咁搓落去啦。如果麵團已經光滑啦，就可以咧用木棍碌開佢。碌嘅時候可以轉換下方向，碌到橢圓形之後，就可以將麵團對接，繼續嘅碌平。咁樣做可以將裡面嘅空氣都完全徹底咁樣排出嚟。如果麵團藏住空氣，蒸出嚟嘅饅頭都唔會成功。如是者就可以咁樣接多幾次，又繼續碌成一個大約1尺闊、8寸長嘅長方形。用清水掃喺長方形嘅麵團上邊，之後咧就小心從外面慢慢嘅捲入嚟。捲嘅時候盡量咧捲實一啲，唔好有氣泡喺裡面。捲成一條之後咧，就將個接口咧用手指捏實佢，微微咁樣搓下添，將個麵團搓得咧比較平均咁樣，就可以準備咧用一把利刀切成一嚿嚿啦。我預先咧將一啲 baking paper 已經剪成咗一啲嘅墊底紙。我呢個份量咧大約可以切到8至到12嚿。咁我就將呢啲切好咗嘅饅頭麵團，就小心咁放喺呢啲 baking paper 上邊，然後放入去蒸籠。每一個之間咧盡量咧有1到2 cm 嘅距離，等佢哋咧繼續醒發嘅時候就唔會黐埋一嚿。擺好晒啲饅頭入去個蒸籠之後，最好咧就放喺一個比較溫暖嘅環境底下，冚上個蓋，等佢咧繼續去醒發。一般嘅溫度咧大約咧係喺攝氏30度左右就最理想啦。如果咧你天氣凍嘅話，可能咧你就開着個焗爐，微微咁加熱咗之後，就將成個蒸籠就放喺個焗爐裡面。醒發嘅時間咧大約要用30到45分鐘不等。如果醒發未成功咧，就要繼續耐心咁樣去等，直至到咧麵團輕輕咁樣撳落去嘅時候，自己又會回彈翻上嚟。又或者咧你觀察到個饅頭兩邊係已經脹咗出嚟，
咁樣樣就表示咧醒法已經足夠啦。一般嚟講，煲裡面嘅水我會放2至到3杯清水，水滾咗之後，大火蒸饅頭大約15分鐘嘅時間。蒸完之後，千祈唔好即刻打開，要用一支筷子隔住個蓋，讓蒸氣慢慢咁樣流出嚟。咁樣樣做就可以避免咗冷縮熱脹，就唔會令到饅頭下塌。好啦，我哋2分鐘之後，我哋一齊睇下個饅頭蒸出嚟係點樣樣。哦，都非常之唔錯喎，睇起嚟咧都幾飽滿。如果咧撳落去都幾有彈性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攞上手撳一撳先，直情係 Q 彈啊！總算係大功告成。大家都不妨咧跟我呢一個嘅步驟試下啦。